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一早起，咱要对路加福音16章来看一个主题：地狱来的呼声。伫2009年3月，我拄接广播社的工课是第2日，有接到一封电话，是台湾更生团契的总干事敲我的。更生团契是台湾负责各所在家乐传道事工的一个机构。伊是对1981年开始，一个退休的典乐长陆国栋伊所设立。到了1988年，当时会聘黄明正牧师来接总干事的工作。黄明正牧师是建官大学毕业，伫建界服务甲退休了，去到美国旧金山神学院伫遐读册。毕业了，伊搁伫加州的首都 Sacramento 伫遐设一间以马内利的教会。阮无想到囝仔以前住美国时，就是拢是即间教会。所以，阮甲黄明正牧师真熟。伊敲电话给我，最后是甲我讲恭喜。我伫电话中，我问讲牧师，你敢知影更新周刊？伊讲伊知，伊逐礼拜拢有咧看。我讲是毋是广播社嘛会使用文字来参与伫文字的传道事工？伊听了真欢喜。我讲，若会使，你会使寄台湾家乐的地址，甲逐个家乐需要几份的更新，你甲我讲，阮才寄互伊。经过无几日，伊就传差不多要到20间的监狱地址，甲需要份数来传互我。所以，阮为2009年4月开始寄更新到伫遮的家乐。伫寄互家乐无几个了，有一日，阮接到一张对台东太原家乐寄来一张感谢批。除了感谢以外，伊批内底伊讲我有5个兄弟伫外口伫飞雷，请恁寄更新互因，免得因有一日甲我同款来家乐受苦。所以，即张批内底，伊有将即个5个兄弟的名甲地址拢写来，另外佫夹一张500块的现金，互阮做邮资。真感动这样代志。所以后来阮伫广播社校务会议的时，阮即张批摕出来读，阮甲即张批称作“监狱来的呼声，家乐来的呼声”。伫咱拄则路加福音16章上款记载一个对地狱来的呼声。即个呼声伫遐讲，我阁有5个兄弟，请你向因做见证，免得因嘛来到即个所在受苦。兄弟姊妹，即使伫咱人生结束时，有一项代志，是你感觉上遗憾的，迄项代志毋知是啥物？还是讲另外一项代志，伫你人生结束时，你感觉讲这项代志，互你上大的安慰，上欢喜的代志。你讲加在，我有做即件代志，即件代志毋知是啥物？会使去路加福音16章，耶稣伫遮讲即个故事。伊讲有一个财主，穿紫色幼地布，逐日拢车欢喜乐。伫活地时，伊甲上帝无迄个往来的生活，所以伫人生结束时，伊无法度转去到伫上帝所在。人伫今生会当分做属上帝甲无属上帝两个角度，伫将来嘛同款。所以你伫今生若无生活伫属上帝的角度，伫人过身了要去迄个所在，嘛毋是属上帝。迄个所在叫做地狱，伫遐有真大痛苦哀求声音。今仔日我望咱来听迄个声音，伫对咱讲啥物？迄个声音，第一，伫甲你讲，请你甲阮讲，人生的意义是啥物？咱逐日拢伫过咱的生活，总是有真侪人毋知人活着到底是为虾米伫活。有真侪人虽然因有真丰富而且物质的生活，真享受，总是因伫遐是咧浪费因的生命。因毋知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啥物。你会当做一个试验，你问你边仔你的同事，还是你的朋友、同学，你问伊讲，你敢知
咱活伫即个世界是要做甚物？你敢捌想过人生的意义是甚物？大部分的人拢应袂出来。检测有人会甲你讲，啊，少年的时读册，后来就做工趁钱，娶某生囝过一世人，我哪会知影人生的意义是甚物？所以你伫遐，你有机会会当对人讲人生的意义是甚物？你会当对因来传福音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甲咱讲，人生的意义就是倒转来甲创造你的上帝建立爸囝的关系，去享受迄讲爸囝中间迄个疼。我讲一解，人生的意义就是倒转来甲创造你的上帝建立爸囝的关系，享受迄种爸囝中间的疼。路加福音15章是圣经中真感动人的一章。因为耶稣伫遮通过这个放荡子，咱讲浪子的故事，讲起天父对咱无条件的疼。这个浪子，伊对老爸亏欠是遐尼大，伊将老爸予伊家伙伫遐败坏了，总是老爸伊原是逐日伫遐听候伊转来。伫15章20节写讲，3里还佫远，伊的老爸看见伊，就怜悯伊，走去抱伊的颔棍，直直甲伊亲。毋然呢，老爸佫吩咐人将迄个上好的衫摕来互穿，佫互伊穿鞋，佫互伊割手指，是甚物意思？奴仆是主人的事，无穿鞋；穿鞋是主人甲主人的囝。割手指，迄个手指是一种权柄，是主人的权柄。煞只，即老爸带迄个肥的牛仔囝，伫遐用喜宴，甲伊的朋友、甲伊的厝边，伫遐三角庆祝。老爸讲啥？因为我即个囝是受过我，失落搁得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对即个故事，咱是毋是会当体会出上帝对咱迄种无条件的疼？人生的意义就是倒转来甲创造你的上帝建立迄个疼的关系。连接起来的关系，互你发出生命的影响力，去影响别人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张伟博牧师，伊捌写一本册，叫做《成长灵命的活力》。这本册内底，伊有讲到伊悔改的经过。伊后来领导北美洲甲全世界不同的教会超过500间，影响15万人的性命。John Wimber， 伊原本的性命是一个无望、用要花去的性命。伊甲伊太太有3个囡仔，总是家庭无幸福，但佮着冤家，用要离婚的家庭。所以后来伊离开洛杉矶，伊去到了拉斯维加斯赌城，伫遐做乐师，靠着迄个弹琴的生活。所以迄种生活真艰苦，昼夜颠倒。人生上大的痛苦是甚物？就是受疼拒绝、被爱拒绝。伊讲有一摆，伊甲伊的朋友一个同事讲起伊的情形，伊朋友甲伊讲咱拉斯维加斯所在有真济沙漠，你会当去到伫沙漠中间对天哀求，伫遐去思考你的人生要安怎佫行落去。有一暗，伊家己开车到伫沙漠。对车出来，伊伫遐对天哀求，伫遐讲，若有一位真神，请你救我；若有一位真的上帝，请你救我。伊伫遐流目屎反悔认罪。天父听到即个囡仔的声音，伊讲，清早起，伊转去到离大所在，奇妙事伫遐发生。伊的太太伫迄个电话录音内面，甲伊讲，请你倒转来，咱需要有一个机会延续咱的婚姻生活。伊马上将伊的行李转去到伫洛杉矶，两个人开始搁伫遐斗阵生活。伊的太太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伊伫遐认真思考，只有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才是正确的道路。所以开始读圣经，开始祈祷。后来有人带伊去教会参加家庭班、参加查经班。伊讲，
我伫教会中间看有一寡人，因生命的品质是我无的，我就开始真羡慕迄种基督徒的生命的品质。所以后来决志信主，信主了，上帝改变伊的生命。伊伫追求甲上帝中间迄个爸囝的关系。所以后来伊佫进入到富勒新学院，伫遐读册，毕业了留伫学校教册，伫遐用生命来影响人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什么是基督徒生命的影响力？就是伫你所接触的人中间，因为你来认捌耶稣基督，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，这就是生命的影响力。咱嘛会当有这种生命的影响力。第二点，咱要来思考对地狱来的声音，继续甲咱讲，请你甲我讲，生命的归宿，当人生命结束时，我要去倒位？路加12章，耶稣甲咱讲，人的生命不在于伊接触的丰盛，因为上帝若讲，今暝我要爱你的生命，要爱你的灵魂，就咱所接触的要归于空空。咱爱知影咱的生命归宿，灵魂有一日要转去的所在，迄是咱今生必须爱准备好的。所以用永恒做你的目标来看今生。互咱无志到失落伫今生，袂当转去，嘛毋知影要怎样转去。我相信伫咱亲人朋友中间，有真侪人还未信主。我毋知影咱对因有迄个负担无？要报因知影讲，生命的归宿是等于到伫上帝的所在。人的生命是对上帝来，是上帝将生命放伫咱内面。所以咱的肉体只不过是一个触壳，这个触壳有一日拢会败坏。你的灵魂要转去到你的创造者上帝的所在。总是人因为犯罪，互咱甲上帝中间迄个关系切断，所以人无法度转到伫上帝遐。今仔日上帝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救赎咱，替咱死伫十字架顶。担当了咱的罪，替咱开一条活路，互咱原本爱死的，互咱正做毋茫。所以只要你相信，你就会当经验上帝甲你同在，互你迄种喜乐平安伫咱的中间，来享受上帝的疼。第三，这个地狱来的声音继续甲恁讲，请你去为我做见证。这个财主落到了地狱时，等于伫遐受苦时。伊忽然醒悟过来，伊想讲我要5个兄弟，所以伊甲伊的祖阿伯来安讲，我的祖，请你找粒杀路去我爸厝，因为我有5个兄弟，对因做见证，免得因嘛来到这个痛苦的所在。地狱来好声甲咱讲咱爱去做见证。兄姊妹，咱做一个基督徒。你对传福音有负担无？你捌对人传福音无？有时咱嘛想要传，总是无遐尼简单，互人拒绝，咱就无真失望，就毋敢过传。总是凡若对人灵魂有负担的，每一个上帝拢要互伊产生功效。你有祈祷，祈祷就有负担，负担就有行动。上帝就要互你的行动产生果效，这种果效有时真正真奇妙。有一个老太太人真良善，对人拢真客气，所以当人传福音的时，互伊的时，伊每一摆拢安尼讲，我有想要信，总是我对我的祖先歹势。伊感觉讲这是背祖，因为伊的祖先甲伊过身的先生拢是民间宗教。所以伊感觉讲，我若无去拜，我就对不起我的祖先。人真好，想要信，总是毋敢信。我相信今仔日嘛有真侪人甲伊共款。上帝有伊的办法。有一摆，伊破病真严重，连病院医生拢无法度啊。教会牧师、兄姐到伊遐替伊祈祷、探访，互伊知影讲，后来好起来，伊知影讲是上帝来医治伊，伫遐真受真大的感动，
所以尾啊一定要接受主，啊心内充满平安欢喜。伊有6个囝儿，我相信这个囝儿中间看到因老母即种改变，因嘛会改变，因为圣经讲，一个人得救，全家拢会得救。咱若真注意伫咱亲人、伫咱的朋友得救，咱就要开始有行动。上帝要互咱即种的心意来产生奇妙事。所以毋通等到咱的亲人朋友无即个时，咱伫遐反悔，伫遐后悔讲是安怎，我哪会无早将福音传互因 ？C.S. Lewis 是英国真出名的一个文学家，一个教授。伊有一遍受邀请到伫英国牛津大教堂，伫遐对2000多人讲道。这篇讲章真做伊真出名一篇讲道篇。这篇讲章的题目叫做《荣耀的负担》，荣耀负担。伊讲上帝互这个属灵的儿女，是要将荣耀、将这个荣光来互因。所以咱看人的时，咱就将人分做2类，一类是伫荣耀内面，一类是伫荣耀外面。咱定来讲，迄个人会内啊会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总是小时也提醒咱这样代志，讲当你看这伫荣耀外面的人时，你爱将伊看做有一日，伊嘛会当进入到荣耀内面。因为安尼，咱就真迫切想要将福音传互因。荣耀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光。当上帝无限的光伫咱的内面的时，你看别人，你嘛爱相信，有一日，遐伫荣耀外面的人，嘛会当成做伫荣耀内面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今日传福音，毋是牧师，也是传教士的责任，嘛毋是会使做，也是袂使做，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爱做的代志。即使咱若无去传福音，就互遐个人伫荣耀外面的人失去得到上帝荣耀的机会，要将福音带到遐个未信的亲友中间，互伊嘛会当得到。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的责任，嘛是咱荣耀负担。啊，我伫无久之前接到通电话，啊是我以前上班的时，我一个同事敲我，伊甲我讲，以前阮公司伫花莲的一个总经销，啊，这个经销的太太，伊真爱我甲伊联络，因为知影我做牧师，所以伊真爱我甲伊联络。后来我敲电话互伊，伊甲我讲，伊讲伊已经去教会一段时间，伊感觉伫主耶稣内面，伊的性命就会改变，伊真正欢喜，所以伊嘛真爱伊的先生，会当甲伊共款来到教会。总是先生甲伊讲，讲你去信教，我袂反对，总是我袂甲你去教会，你嘛毋好想讲我会甲你去教会。伊讲伊真艰苦心，伊问我讲，我爱怎样做？我甲伊讲2项，讲第一，你爱逐日为着你的先生祈祷，上帝一定会听人祈祷。逐日为着你的先生祈祷，第1项。第2项，你爱对你本身改变做起，互你的先生感觉讲，我即个某信主了，伊的生命有改变，甲以前无共，用安尼来感动伊，互伊会当接触着福音。但是因为即个头家娘会信主，我真诶我想象袂到。以前伊是一个真爱拍牌、车花、脾气真歹一个头家娘。阮公司的业务拢足惊伊，总是当圣神做工伫伊身上时，改变伊。所以今仔日伊嘛真爱伊的先生会当甲伊共款，这叫做啥？荣耀的负担。求主嘛，互咱每一个人，互咱拢有即种荣耀的负担，就是我爱将基督的荣耀去传互遐失丧的人，去报人知。当咱对人传福音的时，咱要共讲啥？讲迄位创造主甲咱的关系是遐尼宝贝。有2节圣经节伫咱传福音的时真重要。创世纪第1章26节，啊创世纪第2章第7节，你会当报人知，上帝有将伊的形象，将伊的样相来赏赐互咱。上帝佫将伊的灵分入咱的内面，咱拢有
拢有上帝形象，有上帝灵伫咱内面。所以即种很好的关系，你有爱无？即个关系一旦建立起来，你会当经验到上帝荣光，有上帝的疼，有上帝的平安，你有爱无？上帝的疼流到你内面的时，迄种喜乐，你有爱无？其实真少人拢无爱互人疼，真少人拒绝上帝的疼，大部分拢讲啥？较慢咧。我搁考虑看卖，无人会直接甲你讲我无爱互上帝疼，因为人拢需要上帝疼。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天堂是永恒上帝的国度，是上帝永远徛起的所在。地狱是甲上帝永远隔断的所在。所以一个浪子，一个流浪的人，无法度转到老爸的厝，是何等的可怜。今仔日，咱的教会，咱的目的是要敬拜上帝。总是咱要有一个更较大的使命，就是要带人来认捌上帝。保罗伊对传福音有真深的迫切感，所以讲我若无传福音，就有在意啊。有一日，咱拢爱面对上帝，上帝要对咱讨欠人福音的责。今日咱的这间教会，咱的淡水教会，毋是讲这间教会历史悠久，啊，这间教会真水，这间教会对人真亲切，还是讲这个牧师讲道我会哈？毋是，今仔日咱的教会是要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用我这个卑微的人，伫我在生的日子，会当将你福音的带领传互我周围的人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，只要你信靠上帝，真爱去传。认真去传，上帝拢会使用你。但愿咱通过会早起的信息，搁一遍叫醒咱，共同关心咱身边咱的亲人朋友，互因嘛会当早一日到入上帝国度，互上帝名得到荣耀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神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拣选阮卑微的人，成做你的儿女。总是我嘛知有一日，当阮转头对面徛你的面前时，你要对阮讨欠人福音的责。多谢你通过会早起圣经的话，搁一遍对阮讲话，爱阮关心阮的亲人朋友的得救，互阮对因嘛有一种荣耀负担。愿主加添阮的气力，帮助阮伫阮有限的生命中间产生生命的影响力，将这还未信主的亲人朋友